张副总，怎么样？刚才面试了几个，这个学历和工作能力还行，就是颜值差点。哎，你说顾总也是啊，只要能胜任工作不就行了吗？非得要求那么高颜值干什么？哎，再看看吧。行，哎，要不这样吧，常副总，你也坐一会儿，亲自感受一下。好，来下一个。大爷，太感谢您了，要不是您收留我们，我们可能就要在山里过夜了。这山里条件差，不像城里，蚊子又多，可委屈你们了。谢谢啊。你们聊啊，我先进去看看。换好衣服了？对啊，我们俩今天运气真的很不错，要不是碰到这么好心的一个人家，今天晚上还不知道要怎么样呢。来，你们淋了雨，喝碗姜汤，去寒气。谢谢大妈。谢谢，你们歇着啊，我给你们做点吃的啊。谢谢你了。哎，好。喝点姜汤吧，淋了一天雨了，小心感冒。怎么了？顾大少养尊处优惯了，没待过这么差的环境，喝不下去吧？不是，我记得我父母亲去世的那天，也是下着大雨，我淋了雨，奶奶也煮了一碗姜汤给我喝。I would love to have the chance, and I'm looking forward to our cooperation. Thank you. OK， 南宫小姐，我们一定会认真考虑。今天的面试呢，就到此结束了。你看看你还有什么需要了解的？如果没有的话呢，我们会在3到5个工作日内通知你面试结果。我没有什么问题了，今天辛苦了。再见。再会。这个还不错。下一个。大妈，这是干干净净的，我才洗过的。平时是我闺女用的，她在县里打工，你们用吧啊，放心用。不是，干干净净。哎，大妈，您能收留我们已经很感谢了。那你这样弄得多不好意思啊！哎呦，看你说的，你们是客人，咱家这个条件也就这样了，别嫌弃才是。没有，你们小两口啊，早点休息，明天呢有什么事儿再说。好，再见。我先走了啊，谢谢。哎，好，歇着啊。哎呀，行了，磨叽什么呢？睡觉了。我睡左边，男左女右，老规矩。别想了，睡觉了。我已经安排好了，司徒明天早上会来接我们的。磨叽什么呢你？快睡。看什么呢？关灯。哎，我说老头子，你这么晚还出去啊你啊？嘘，小点声，这俩孩子都睡了。我去老三家找他看看，能不能给咱闺女借点学费钱。我说，哎，要不咱就别让闺女来了。胡说，这怎么行呢？这闺女争气，考上了大学，我们家祖宗3代有上大学的吗？你别管了啊，你早点睡吧。哎，你当心点啊，早点回来啊。哎呀，走啊，小伙子，大爷，这要走啊？是啊，我们该出发了。谢谢您和大妈的招待。哎，可不敢这么说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顺着我手指的这条路啊，一直走，到前面就能看见大路了。不过这路不大好走，你们可得当心啊，路也得滑。行，您放心吧。锦溪，你快点儿！
大妈、大爷，回去吧。走吧。哟，欢迎光临。老板，把你们店最好吃的菜、速度最快的，赶紧上一个。好，你们稍等。哎，来吧。饱了，买单。买单啊！我早上出来的时候把钱都留给大妈了，你有钱你去买吧。老板，刷卡吧。啊，不好意思，我们店的小，没有按这个。啊？你不会带我出来现金也不带吧？我带了呀。那付现啊？那个大爷大妈，他女儿不是要考大学吗？我看他们家条件不好，我走的时候把现金都留给他们了。你也听到了？你以为我睡着了？哎，你们两个谁买的？拿着。老板，这块表少说可以买你们10家店，够买单了吧？哎，你干嘛呀？没钱买单怎么办？我有办法了。嘛呢？哪儿呢？乐不思蜀啊！什么？哎呀，我的天哪！你怎么那么有才呢？啊，一次下游怎么整得跟《西游记》似的呀？啊！等着啊，大师兄马上过来救你。你知道我到了那家饭店以后，看到他2口子在干什么吗？干什么呀？他在给老板刷碗。什么？刷碗？你刷过没有？谁会刷碗？我也没有刷过。局长，你好样的！你每次都走在时代的前列。行了，行，别没完没了的，差不多得了。